由着改名原著小说改编翕成影集，回忆暂存事务所剧组选伫台南作为主要场景。9号上午，伫正统乐林门圣母庙广场举行开镜仪式，现场众星云集。事务所已经开进大吉，收视长虹。谢谢，非常感谢啊，谢谢。出席的贵宾包括市长黄伟哲、副市长叶铁山，还有经济部处长陈振奇、文策院的院长等侪位贵宾、民意代表加赞助的厂商等，预祝影集拍片用的顺利，收视长虹。回忆战存事务所的开镜，那也非常感谢所有的剧组能够来到台湾的文化古都，也是我们的美食之都、宗教之都。也是我们明年就要进入台南400年，台湾的第一个城市台南来拍摄回忆战存事务所。我们经济部有一个投资台湾事务所，希望回忆战存就是投资台南，就是投资台湾，能够让大家留下美好的回忆。这个收视率不要太高，第1集10%就好，第2集20%就好，哇，谢谢。以后平均维持30%就好。内容产业是咱的未来。今仔日伫台南这个遮尔有乡亲、有土地、有阳光、有热情的所在，来推动咱这个回忆战存事务所这影视的开拍对咱台湾经济是上好、上健康的路途啊！阮经济部伫遮已经全力来支持啊，希望这个拍片会使完成的成功。很开心这一次以共同出品人的身份来参与这一次我们的开镜回忆战存事务所。那预祝我们回忆战存事务所一切拍摄顺利，影集大卖，收视长虹。代表乐林门圣母庙乐林门嘛，欢迎来大家来这台湾上悠久，嘛是第三处重建台湾上大的妈祖庙安尼，而且咱也祝福咱今仔日这个战存回忆事务所这个拍片会当顺利圆满，跟收视长虹。这部回忆战存事务所第1季将以10集，每集60分钟，由着庄凯勋、蔡瑞雪、张景兰、加伊正等人来主演。故事是主角经营一间回忆战存事务所，运用易容加角色的互换，因为题材特殊，是过去影剧唔捌试过，具有创新加突破。不只希望是这部作品一定会大卖，因为这个作品题材非常的特殊，然后相信是现在很多剧集里面还没有尝试过的一个题材。然后在这次里面呢，我饰演的这个角色跟凯勋，我们会有角色互换的一个部分，所以我本身也相当期待这样一个角色。等于我一个人要饰演2种个性，所以对于我自己来讲，可以说非常有发挥。然后这次又配到一个这么漂亮的老婆景兰 ，OK。那也是第一次跟他合作，那希望在合作当中可以擦出很多火花。对，因为这个戏其实回忆战存事务所，它其实讲的跟我们透过易容、透过 Fast Off 去解决个案的问题，所以大家我觉得最大的亮点是大家在看的时候，可能看到后来怀疑说，一正是不是凯勋啊？凯勋是不是一正啊？景兰是不是？对，彼此之间都有很多的角色互换的。对。觉得会有比较大的挑战是，除了角色本身设定跟以往的个性不太一样，然后跟也没有尝试过这种类型的角色，那大家到时候知道说我会面临到什么样的挑战。那除了角色本身的挑战之外，也是会可能看着他脸，但是其实是有别的，他是另一个角色，对，是另外角色出现，所以其实演员互相的对于样貌的认知跟内在的认知，其实我们也需要花很多时间去建立。然后我觉得观众会觉得蛮有趣的，然后应该会掀起蛮多讨论度，所以我们其实也非常认真准备，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期待我们的戏。剧组团队对今年3月陆续伫台南来取景，因为导演本身是台南人，因此选定台南作为主要的场景，全剧的场景拢伫台南。这段时间嘛将由市府文化局来全力协助。台南新闻联跟采访报道。